举洗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颜，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，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颜，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，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，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逐日陪伴伫我身边，比相思一年安慰。我的主，你拢看见，你的听。无人通比，每一日你拢做伴，感谢你喜乐稳定，引带我勇敢向前，主耶稣。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宝贵耶稣。
是一面安慰，我的主，你拢看见，你的疼无人通比，每一日你拢做伴，感谢你。是路阮地，因怎我勇敢向前？你的疼无人通比，每一日你拢做伴，感谢你。是路阮地，因带我勇敢向前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宝贵耶稣。我心可想你，主啊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为何我的面忧愁伤悲？我的心不求你，我的心不求你，你是我唯一所属所爱。我的心属于你，求主永住我心里，我愿全然降服，主啊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求你爱来满溢，我愿与你交融，交融为一。我的心不求你，我的心不求你。咱做伙来敬拜，来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。
主
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啥时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见伊啊？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。伊对我讲无煞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，带因到上帝的厝，用欢喜和乐的声来加守节。我对念这个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郁卒？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，所以我要求要学乐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，所以我对约旦的地甲黑门，也对米撒的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声，就深烟甲深烟三叫应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影，拢暗捌我。总是摇花日是喜乐伊的慈爱，眠时伊互我唱歌，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。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：你啥事袂记哩我？我啥事因为对敌的压迫由阮来行？我对敌击刺我，亲像拍碎我的骨头。伊对我讲无煞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我的心啊，你啥事郁卒？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我要求要学乐伊。伊是我面的光，阳光，也是我的上帝。阿门。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逐日陪伴伫我身边，必相信一你安慰。我的主，你拢看见，你会听。主，我感谢你，逐日陪伴伫我身边，必相信一你安慰。我的主，你拢看见，你会听。你
稣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宝贵耶稣。伫一日工作休困的时，但愿祈祷来到上帝面前，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咱来领受一知道段你是我安静的祝的福。神。无论咱的心、风浪咱的心头的情让我绪，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，你是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平息？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，你是风浪平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的依靠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主耶稣，求你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心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你，陪我走向应许之主，阮感谢你。充满盼望。以貌对你的主耶稣，要敬拜生命满阮感谢俄罗你的生命。应景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你，陪我走向应许之处。主，求你对阮心中扫除所有的惊吓。主啊，你保守阮。主，阮将阮的惊吓看入来交伫你的手中，带阮往天父上帝是阮宝座，充满愿望，充满平安。我
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行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予我心上也知你的听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行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予我心上也知你的听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行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予我心上也知你的听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亲爱的姐，来求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差遣圣神，就是你国我的灵，将天父上帝的疼享受伫阮的家庭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。咱存出咱的双手，伫咱祈祷的时，咱用主存出咱的双手，来领受上帝对天人来伊的活命甲伊的慈爱。主啊，阮向你伸出双手，求主你怜悯每一个阮同心的兄弟姊妹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。亲爱的，这伫咱安静的时，
咱用咱的主，伸出咱的手，求伊来怜悯咱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特别为着阮的兄弟黄宏仁，伊真严重的脑出血，已经昏迷不醒。主，阮求你怜悯，若会当求你，互伊完全恢复，勇健健康，倒来到阮中间。主嘛为着潘素贞姐妹来求主你怜悯帮赞，主伊需要你，主伊需要你，阮将阮的姊妹恭敬交伫你的手中。主嘛为着阮足久无见面，阮教会上年长的姊妹单数姊妹，主求你怜悯帮赞。互伊无孤单，你的圣神甲伊相甲伫地。主，阮为着安美节的先生也中风，伫病院咧静养，主你帮助因夫妇。主，阮嘛恳求你照顾丽华姐，互伊伫你的稳定的中间，日日勇行，渐渐康复。主，你赏赐教育稳定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嘛为着阮中间侪心灵背北、受搅扰、心不安、歹困，主任何伫情绪顶悬的软者，主求你的圣神进入伊的内底。主耶稣，阮奉你的圣名祝福因，愿你的十字架吸引。伫因的心上，主耶稣，阮感谢阿罗你。亲爱的这咱通将咱的手交叉放伫咱的胸前，咱求主保护咱，咱求主耶稣抱咱，咱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愿恁众人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保守，哈利路亚！主，阮的上帝，照顾阮的天顶的阿爸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的帮赞，你是阮的盾牌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，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。亲爱的，这咱通伫咱家己的头壳画一个十字架，咱要带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
主要将伊的十字架刻印伫咱的心中。当咱为十字架了，咱对心中求主耶稣讲：主耶稣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，当阮换手伫阮家己的额头，阮感谢你收拾阮十字架，真侪阮的记号。主耶稣，阮将阮的心思意念全然来交代你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了你。主耶稣，阮是肉体的人，阮的生活，阮需要各种的物质。你有讲，阮的日食，你要赏赐予阮。主，当阮换手伫阮的腹肚，主求你将阮所需要，伫阮日常生活所欠用的，主求你赏赐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。伫阮的生活教育，主当阮换手，伫阮的腹肚的时，主耶稣特别恳求你，将你的疼，长看关心的疼，赏赐予每一个你的囝儿、你的学生，祝福阮，因为你的疼，阮就真侪无欠缺的基督徒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暗时来临，咱用手交叉伫咱的胸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抱我伫你的胸前，互我亲像红婴仔伫老母的怀抱。主求你保护我，互我今仔夜暗好困。主耶稣，伫日子要结束的时，阮互相祝福，三体祈祷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求你保守阮每一个同心的兄弟姊妹，赏赐永暗平安好困。使阮知影，阮中间有人特别伫暗时真歹困。主耶稣，你知，阮将伊交伫你的手中，互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主你，赏赐因久久所无好困、甜蜜的困眠。主耶稣，你赏赐。咱同心用主甲咱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，讲：阮伫天庭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
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恁平安，祝福恁甜蜜的困眠，对暗暝到天光。耶稣听恁。